男仔係咪就係粗心大意，成日啲嘢唔識細心嘅呢？一見到個仔做功課漏咗個零，食飯夾餸跌咗落地，或者出門口又唔記得帶水樽，可能大家都會覺得男仔就係咁，做嘢唔夠細心。但係我哋有冇諗過呢個粗心大意嘅標籤，其實係我哋教養者嘅偷懶呢？係咪我哋用咗一個簡單嘅性別標籤就解釋咗所有嘅問題，然之後放過咗自己？我哋要為男仔平反，粗心唔係男仔嘅天性，而係專注力分配嘅問題。你話佢粗心，但係佢可以連續幾個鐘頭專心去砌一隻複雜嘅模型，連你叫佢都聽唔到。你話佢唔夠細心，但係佢又可以一眼睇得出你部手機入邊邊一隻遊戲嘅 Apps 擺喺邊個位置。佢哋唔係粗心，佢哋只係將細心放咗喺佢哋有興趣嘅地方。所以當佢哋做功課粗心大意嘅時候，問題可能唔係佢嘅人，而係功課本身對佢嚟講缺乏咗吸引力。當男孩子打翻水、整污糟衫或者跌爛咗碗碟，我哋作為家長嘅唔需要即刻鬧佢，先望下佢有冇受傷，再一齊執翻就好啦。嗰一刻，大家都要知道佢唔係故意咁做，只係仲係練習緊點樣控制自己，處理生活嘅細節。男孩子需要嘅唔係成日聽父母講要堅強，唔好喊呢啲壓力，而係一個容許佢哋出錯、犯錯再嚟過嘅安全空間。當佢喊嘅時候，唔使急住叫佢停，可以靜靜咁樣陪住佢，拍下佢膊頭，就好似朋友咁，等佢知道佢嘅情緒係被容許、被理解嘅。有時佢講嘅說話，你可能覺得係廢話，但係對於佢哋嚟講，可能就係佢生活入邊嘅大事。每日不妨抽5分鐘，聽下佢講學校發生嘅事。做家長嘅，少啲講你應該，多啲講我好想聽你講多啲嘢。當孩子肯對你講心事，就代表你已經行到佢內心最安全嘅地方。講句你好叻好容易，但係孩子真正需要嘅係被睇見嘅努力。試下話今日你自己執好書包，好有責任心，又或者係你跌親你冇喊，我覺得你好勇敢。呢啲咁嘅句子慢慢就會變成佢心裏邊嘅自信，為佢建立自尊感。記住，犯錯唔係壞事，而係成長嘅機會。孩子可以倒寫嘢、發脾氣、同人爭執，呢啲咁嘅行為都唔一定用責罵先能夠教得好佢。可以陪佢一齊清理，可以一齊去諗方法，例如下次我哋可以點做先至做得更好。咁樣佢會學懂反思，而唔係害怕。各位家長，放鬆啲，唔好計較太多，放過自己，也放過自己嘅小朋友。當我哋學識用理解去代替批評，孩子自然會喺愛同安全感入邊慢慢咁成長。你認為探索只係為孩子犯錯找借口？其實就好似我自己個仔，雖然已經16歲，但係佢仍然喺探索階段。唔同嘅係，佢而家探索嘅唔再係玩具或者生活瑣事，而係責任、自由同自我嘅界線。佢仲係學習點樣做一個有主見、懂得選擇又能夠照顧自己嘅人。而我哋做爸爸媽媽嘅就係要學識用多啲理解，陪佢一齊行呢條探索嘅路。